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飯團媽咪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分享嘅故事，記得要訂閱我個 channel 啊！咁樣每個星期你都可以收聽新嘅故事噶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叫做《你離我太近了，請給我一點空間》。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試過去公園玩嘅時候，同人哋其他小朋友嘅距離好近好近，令你有少少唔舒服呢？今日我哋嘅主角佢好熱情㗎，成日都好鍾意同人哋黐到實一實，但係原來唔係個個都咁鍾意㗎。究竟最後佢會點呢？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啦！呢隻小河馬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，佢叫做哈里森。佢好熱愛自己嘅生活，佢成日好想將呢份愛分享俾所有嘅朋友。但係哈里森嘅行為實在太熱情啦，成日都會令到人哋覺得好困擾。當佢仲係細個嘅時候，好似唔係太大問題，但係慢慢長大之後，問題就越嚟越嚴重咯。當佢同朋友坐埋一齊嘅時候，佢成日都會坐得太近太近。又或者同人哋握手嘅時候，握咗好耐都唔肯放手。仲有啊，同人哋嗨翻嘅時候，又會太大力。同人哋擁抱嘅時候，仲會攬得好緊好緊。而且佢完全唔知道，同人哋講嘢嘅時候係唔應該貼到咁近咁近㗎。唉。所以哈里森可以話係個人空間終結者嚟㗎。仲有啊，佢上次打棒球比賽，佢要擔任中外野手，但係佢就冇留喺自己個崗位，淨係掛住黐住人哋，結果就接唔到個波嚕。又有一次，佢同朋友去游水嘅時候，佢夾硬都要同人哋喺同一個水泡嗰度，搞到最後人哋都享受唔到游泳嘅樂趣。總之，無論佢喺邊一度，佢都唔識得同人保持適當嘅距離。原來佢哋嘅屋企人都好習慣大家好親密咁樣聚埋一齊，所以呢一樣嘢對佢哋屋企嚟講係好自然嘅事。但係哈里森嘅爸爸開始接到唔同人嘅電話啦，老師、教練、其他家長都開始打電話嚟。爸爸知道係時候要同佢傾下啦。哈里森，我聽講你喺學校唔可以同人哋保持適當嘅距離喎。唔會㗎，爸爸，我都唔需要空間，我最鍾意就係同人哋黐埋一齊。但係其他人佢哋需要自己嘅空間㗎。於是哈里森嘅爸爸就教咗哈里森做咗一套動作，叫做空間救星。嚟咯，哈里森，我喺你呢個年紀嘅時候，我媽媽就教咗我做一套動作，叫做空間救星。呢一樣嘢係好簡單㗎咋，我哋一齊嚟試下做啦。首先將手臂伸前，然後向外伸展。手臂放下，翻返去兩旁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如果你有做到依套空間救星，咁你就唔會好輕易咁樣掂到其他人，咁即係代表你同其他人有適當嘅距離㗎啦。於是哈里森好努力咁樣同爸爸一齊練習，一次又一次，佢終於練識咗呢套空間救星啦。第二日返到學校，哈里森只要有機會，佢就會做呢套空間救星嘅動作。佢覺得感覺好好啊。但係哈里森做得太多啦，喺一啲唔需要保持距離嘅情況下，佢都咁樣做。開始佢啲朋友同老師覺得咁樣唔係咁好喎。
於是爸爸同老師又再傾下電話，了解下發生乜嘢事。之後爸爸就揾哈里森，提醒咗哈里森一啲嘢啊。哈里森，我知道你好鍾意呢度空間救星，但係當周圍嘅環境太逼嘅時候，我哋係唔適合咁樣做㗎。遇到嗰啲情況，我哋只係將隻手放低，留喺自己個空間，咁就夠㗎啦。如果太逼，你都仲要繼續做，就會影響到人哋㗎啦。哦，我知道啦，爸爸，原來係咁。今次哈里森佢真係明白啦。第二日返學嘅時候，佢搭校車，見到兩個好朋友。本來佢想同人哋逼埋喺同一張凳㗎，但係今次佢又忍住冇咁樣做啊。佢揾咗另一個位置去坐低。唔止咁啊，喺棒球比賽入邊，佢今次都可以緊守自己嘅崗位。同朋友去游水嗰陣，佢仲識得帶自己嘅水泡添啊！故事時間嗰陣，佢真係識得自己坐喺自己張地墊嗰度，亦都冇將地墊黐到人哋好近。哈里森佢識得克制自己，佢做到啦！當然，佢唔係每一次都做到㗎，冇人係完美㗎嘛。但係要時時刻刻同人保持距離，應該都唔容易嘅。如果你好似哈里森一樣咁鍾意擁抱朋友，咁熱愛生活，可能就真係有啲難啦。不過起碼我哋都學識咗，識得忍耐啊！而家哈里森知道要俾其他人一啲空間，大家都舒服好多啦。各位小朋友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。睇完呢個故事之後，我哋要記得，原來每個人都會要有一啲私人嘅空間，要學識同人保持適當嘅距離。如果下次你想同人親近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問一問人哋㗎。好啦，如果你都鍾意我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